各位观众朋友，新年平安，欢迎收看2月14公视台台的暗新闻。我是郭碧君。2月1开始，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昨台公司的大陆逃出册日期印唔对，台公司出面回信咧，宣布迄时卖出的彩券通兑奖2摆。由于江天江白沙屯妈祖进香，新历2月16日，民众通开始报名，即阵所有诈骗集团以代替报名来诈骗民众。二代旅游团的越南富国岛行程，民众到当地煞无人带队，即阵传出是因为二代欠当地业者钱。台湾越南双方都开始调查。今仔日是旧历正月初5，也是年假的上尾一天。今仔日早时天气真好，不过到现主时，民众会感觉平早时凉冷真济，提醒民众要注意温差。另外，目前国道上北的车流要搁咧继续。国道5号早时，前这平均的车速无到20公里，估计会塞车到暗时。正月初5，春节连假最后一天，透早出日头，万里无云。真侪民众把握好天气到中正纪念堂行村。气象署表示，日时各地高温伫25至29度，也毋过因为辐射冷却效应明显，里面温差真大，提醒民众爱看寒热来穿衫。今天晚上入夜到明天清晨呢？中部以北的这个低温还是会来到12、13度，其他地区大约14度到18度的这个低温呢。那局部地区像彰化以北仍然有接近快11、12度或者是10度的低温。气象署也指出，开工至15暗到16，受方面同国家东北季风影响，气温淡薄降，北部东北部有局部短暂雨。那随着休假到达算，各度继续出现北翻车阵。早起8点，各个酒吧、所有到头城、各入口交流道都启动机控，各交流道拢有排队车阵，及时落雨，各较是捌塞甲车速无到20公里。台车状况估计会到暗时，也毋过苏花路龙酒吧车阵已经有较减缓。建议大家可以多利用替代道路、替代国道，像是可以建议改走台61替代国1、国3了。雾峰往返台东以北地区，可以建议改走台74以及国道4号。南投往台中地区的话，可以建议改走台63。另外，可以多利用台9替代宜兰往台北地区的旅次。高公交有高初5交通量达到115万车公里，呼吁民众加利用替代道路避开车阵，以顺利迎接开工。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期间，民众会试手气，不过昨初4，台彩公司的大陆逃出册，迄时下暗4点35到暗时8点卖出的彩券日期是印唔对。台彩公司即阵是出面回信咧，讲是系统设定出问题，宣布迄个时段卖出的彩券通兑奖2摆。命中大奖哦，谢谢。新正期间想要加赚一个红包，买公益彩券的人客是加滚，个人大出手买1000张彩券，要来试手气。不过第18期大乐透昨日做大突袭，第13下晡4点35分提早红牌停止买卖。台彩发声明核实咧，解说因为系统时间设唔对，第数13暗头4点35分到暗时8点之间，民众买到是过灯港14第19期的大乐透，为着无影响人客的权益，台彩嘛公告只要是伫这个时段买乐透的民众，2天的号码拢会使兑奖。假使这2天拢有钓到号码，看倒一天钓奖的金额较悬。那13钓奖爱摕彩券去金融机构验证领奖，那就是要照正常程序。采取中大奖那一张来兑奖，那这样就 OK， 符合民意的需要。不错，提高中奖几率，增加那个买气跟公益价值吧。台彩快速公布补救措施，业者甲大多数的民众拢感觉会当接受，希望袂破坏申请的好彩头，嘛袂破坏消费者买彩券的心情。记者综合报道。表里关江天江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新历2月16日开始，民众就通报名参加。不过，即阵煞有诈骗集团讲通加钱来代替报名，致使有侪人去互人骗去。即阵庙方甲警方拢提醒民众爱细致。也啦，另外伫咧台中是有负责人透过网络谈恋爱，煞有人骗买1000万的新台票，落尾是报警处理。新春年假期间，香客真济，苗栗通宵白沙屯江天宫步行进香，16日就要开始受理报名。也毋过，稍后庙方发现有不少人士伫网络上讲，会当代为报名，也阁加收手续费，完全是诈骗。有一些跟你讲网络报名还是线上报名，这个我们都不做这种服务，所以说小心啊，每一年都有这个情形发生，小心啊上当。
实际来到江田宫柜台，庙方出示报名表，表示进香活动一直是用现场报名方式。信众成功报名了后，就会当领帽啊、面巾、架等标准配备。因为白沙屯妈祖步行进香，去年有超过11万人次报名，今年有计也个会破纪录。苗栗警方特别呼吁千万唔通听信社群网络谣言，以免哄骗。如信众无法到场报名，一定要请熟识的亲友到场代为报名。切勿在社群网站上请网友代为报名，以免遭诈骗。网络欺骗的也有台中一位市长的发言人，小蔡家己讲是南苏丹战地医生协助准备向联合国申请退休，到时阵会将大笔退休金利用保险方式寄来台湾，前后7摆以对方要求汇款8000万。警方协助组专案小组对答出45岁姓老的女子为首的诈欺集团，声称收到巨额退休金后，会将退休金寄送给被害人，并以此为借口，陆续骗取被害人汇款海运费、反恐证明、索赔证明、医药费等金额。随后又诈骗被害人担任人头户以及面交车手，诈骗行径相当恶劣。警方逮捕7名诈欺集团成员，姓老主嫌本身也就是命理师，另外兼做飞机被背商协助集团洗钱赚薄利。后手警方以涉嫌诈欺洗钱罪嫌，将专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要年代旅游团的越南富国岛行程到当地煞无人带队，落尾有当地旅游业者讲是年代旅游欠当地团的业者团费，才提出这个事件。旅客今仔日总是分3班飞行机返来台湾，即阵台湾的观光署、旅游品质保障协会甲越南当地旅游局拢会开始调查。春节连假就要结束啊，不少民众赶大包小包行李返来台湾，其中也有部分的旅客因都为越南富国岛返来，也不过这段旅程会当讲是真坎坷。我们第3天原本是预计要去动物园，然后变成是说最后我们也没有游览车，我们是自己搭计程车从我们原本第1间饭店到第2间饭店。其实蛮错愕的，就觉得说我都付了钱，团费都已经给了，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也不知道到底能得到多少的补偿。有定富国岛的5日4夜旅游，结果红榜分照，相关的代志摊烧，当地媒体也陆续报道。越南青年部更加指出，当地主管单位健康省旅游局派监察小组去了解，也要审查旅行社合约。它之间的任何行为其实都不应该影响到旅客本身的整个旅游行程。所以我们对的对象是对我们的年代旅游，也就是美加国际旅行社。我们昨天有去行政调查，那越南那边他调查的对象是地接生，所以这2件事情是分开的。年代旅游办理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将旅客交予当地4间地接社，也不过刷拖欠部分地接社团费，造成约300名旅客红榜分照。消息传出了后，还有韩港业者也了进前甲年代旅游合作，也去互拖欠钱。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有计14暗9点会个出面说明。那观光署统计，暂时有613人分做3抓班机返来台湾。乒乓协会15开始接受申诉，希望会当赶紧解决这件争议事件。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20开议，但是因为大肠肉品技术验出3肉种的事件，国民党团是希望17就先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做食品安全的专案报告，而且要求16个来做调研协商。不过，民进党团的方面是并无同意。这阵协商可能会讲袂成，恐惊影响陈建仁进行施政报告。大肠督法伫旧日建议进行验出3肉种的风波，立法院20开议，国民党团提出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17先来立法院做食安的专案报告，而且发文要求16做调研协商。不过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讲，国民党团唔捌定数，协商可能会破局。这样的一个专案报告无可厚非，而且呢，这个时间本来就已经是年假，已经开工了。那请问一下，民进党在反对什么？难道他们觉得他们还应该再继续休假吗？重点不是院长来报告，或院长不来报告，包括地方政府在食安的团员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应该一并来说明。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林书明表示讲，行政院长陈建仁敢会当就台做施政报告，
爱看协商结论，恐惊是立法院新会期的头一件。另外，开议了的头一个人事案是 NCC 委员的人事动议案。根据了解，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和总统蔡英文会伫过年了展开沟通，希望新人选会当互朝野对立的气氛较袂遐紧张。互清德会当高票当选第16任的总统，互张嘉宾支付费会当进入立法院，继续为台湾为民党来拍拼。赖清德找5来民党参香。分福地，伊讲未来会和地方的县市首长、立委者有伴无分党派，共同推动各项建设。赖清德上任了，行政院长的人选受到各界关心。另外，立委表示讲，爱有沟通能力，是不是民进党籍并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北韩14搁再发射飞弹，伫咧早时9点左右，为东华发射顺1飞弹飞向东部的海域。这已经是北韩今年第5摆发射顺1飞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美国、韩国的情报部门已经针对飞弹的信息进行分析。南韩的军方是保持高度的警戒，讲会参美方合作关注北韩的活动。也若北韩顶摆发射顺1飞弹，就是伫这个月的新历初2。迄时，也有专家警告，北韩可能是因为要提供罗西亚武器，就先进行测试。所来关心，美国众议院13表决通过国土安全部门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克斯的弹劾案，这是美国150年以来的头一摆。共和党人士指控马约克斯无做移民政策，造成边境安全问题。目前这个案件又搁爱参议院同意才算过关。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14 and the nays are 213. The resolution is adopted. 美国众议院13以1票之差表决通过弹劾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克斯，是美国将近150年来头一个被弹劾的部长。根据美国宪法，弹劾是官员犯重罪也是轻罪开除的头一步。这个弹劾案是共和党的强硬派所主导，因指控马约克斯无好好执行移民政策，和真侪移民按美墨边境走入来，造成安全问题。马约克斯认为这指控拢无根据。Democrats and legal experts have said that this is essentially a policy dispute between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and that impeachment is not justified in this type of a situation. 民主党拜登总统上任了想要放任移民政策，却一直无法度有效处理边境非法移民的问题，引起民众不满。嘛，移民政策将做今年美国大选两党竞争的议题。目前众议院是共和党控制，这摆表决推翻顶礼拜同款是1票之差袂当通过的弹劾案。虽然弹劾案通过，不过这个案依然需要参议院至少2/3的议员表决同意，才算过关。That would mean that all Republican senators, as well as some Democratic senators, would have to vote to convict the secretary. And some Republican senators have been cool to the idea of impeachment. 另外，因为着癌甲防控问题，根据大院治疗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第13出院。美国国防部表示，奥斯汀会伫去年休困一段时间，以远端的方式执行职务。预计这礼拜看完时会当转来五角大楼工作，讲是新闻两岸编译。今仔日正月初5嘛是迎财神的日子，不少店头也选择伫咧今仔日开市。台北市长周万安也特别到光华商场拜年，祝福店头生意兴旺。另外，今仔日也是新历2月14西洋情人节，伫咧台北下海城隍庙，也有不少民众趁这天来拜拜，希望新的一年通有好姻缘。我们的财神爷在发送我们的这个喜气的、财气的的小礼物。在新高弄过兼人西迎接台北市资讯商品的重要大卖场光华商场，选伫初5迎财时开市。台北市长周万安也到场，一开始就是以吉祥话来拜年，为光华商场开市。今天是传统的开工日，所以我们透过拜拜，祈求金龙年带给我们光华商场越来越兴旺，生意兴隆，财源广进。龙腾四海，八方进财。
镜头行到台北市大同区的台北下海城隍庙，离到上尾一空中昼时啊，人是叉。旧历正月初5，拄好也是新历2月14情人节，也在是也求好姻缘。现场通看到未少独身的少年民众来遮拜拜，望新的一年通拄到有情人。然后初五吧，想说最后收假最后一天出来走走啊，来这边稍微拜一下姻缘，然后还有听说这边的财神城隍财神爷也拜一下，因为今天情人节。听说很灵验吗？对啊，对，身边很多案例。摕起手机啊，扫 QR code 就通知影参拜的流程应该安怎做。是我求姻缘的民众，可能对拜拜流程较青分。台北下海城隍庙即摆结合科技，互民众对望爷的指示一步一步行，就通得到祝福求好姻缘。记者郭文正顺由台北报道。为咗民众到高雄看黄色阿比亚，今仔日西洋情人节也有推出特别活动。黄色阿比亚会踅港口一年了后，会登去爱河湾参另外一只阿比亚小赌，看起来那像咧烧金。也那伫咧假期由元老庙举办联谊活动，希望看出好姻缘。两只阿比亚愈想愈活，游客直直咧看休。新正初5是年假的最后一天。真侪民众把握最后机会来到高雄旅游中心真爱码头来看两只阿比亚。根据观光局统计，看阿比亚人到初5已经超过550万人次。知道是什么样的活动？就是两只鸭子会就是相亲这样。其实热闹程度差蛮多的，规模其实也差很多。对啊，之前就感觉只是一只小鸭在那边，什么东西都没有。拄当14情人节，高雄嘛全球第一。伫即届展览，互其中一只阿比亚中岛按旅运中心出发，踅港湾一年，再搁转来爱河湾，和另外一只阿比亚见面，互两只阿比亚耍为 kiss 合体做伙。不过过情人节对象真重要。嘉义大好英宫月老庙初5的抛绣球活动，有500个单身男女参加。抛绣球的差不多20对哈，有这个成就感哈，成就感让他们在陆陆续续在办哈，让我们更多人参与。我妈的心愿，她帮我报名的。那人跟人之间就是缘分嘛，那既然抛到了，就好好认识一下。大家的查甫人是手举悬悬，等要抢绣球，现场是闹热滚滚。参加的民众拢希望会当找到好对象，主办单位嘛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或者单身的男女会当互相熟悉，找到好对象，伫情人节促成好姻缘。记者综合报道。创标高达已经有355档历史的国定古迹，台湾府城隍庙今年举办会展活动。庙方成员是头摆以城隍爷算人善恶的工具算盘，设计一座算盘会展，写民众认捌城隍爷的文化。一粒粒红色的花灯不加水个大班，庙埕规大片的灯海，城人注目。详细看花灯的顶环有坑人做神水画记，这是有355档久的台湾府城隍庙办的灯会活动。庙方发挥创意，摕庙内镇店七宝的大算盘的造型来设计花灯。庙方指出，大算盘是城隍爷咧算人善恶的工具，应用轻松的方式，要通互人来认捌城隍爷的文化。就是说劝人向善。他一生就是尽量做善事，那你做坏事，当然逃不过城隍爷的算盘，他一算加减减一算，那你大概善恶功过就出来了。对咱台湾的这个文化的发扬真有足大的帮助，希望讲会当去扩大，会当去继续。看灯阁无够开，特别的是庙方甲平常时收藏伫文物馆，有300多公斤的大算盘，展互大家看，兼开放互人帮求平安。另外，金龙年新正年头，庙方嘛做一面双人相刊，佮穿金色的鳞片大纸，互民众写名打起的记号。庙方讲大龙年得金银，有祈求富贵顺遂、赚大钱的意涵。贴这个金色的那个金币的东西，然后来圆一个梦。庙里有2只古文物的迄个铃咱家画落来离现场互开放民众来打伊的鳞片咱铃头咱搁话做好铺起来。象征龙出头啦！府城隍庙的花灯登记到3月初10，庙方头一摆用上百粒算盘的珠灯来点化人心，因最后要传达慈善孝福的理念，这嘛呈现无共文化的传承方式。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
有300年历史的台南庙市万里万年殿，最近为着吸引少年的信众，特别以贴插角啊设计一个缩小版本的王船，吸引民众的关注。这阵民众主文超过1000组，是非常的抢市。古早味又搁典雅的王船，距今已经有300年的历史。而现在这个古船嘛，是为台南南区万里万年殿推出的王船插贴的范本。详细看王船插贴啊，唔但外观、颜色拢同款，就连小所在，像是装订、电线器，甚至是升桥，拢做甲真有路。这个王船插贴的模型消息一出，嘛吸引民众来抢购。这个是这里只有它有的，就是这个庙专属的，觉得很特别，所以独家，想要拥有。我们湾里人的话，对于翁牙公都算还蛮可以算是还蛮注重的啊。对于神明的距离感的话，感觉比较遥远。可是积木跟我们很接近，对，比较通俗、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传播这个文化。台南南区万里万年殿主要是拜岳府、朱府、李府三府千岁。现在尊奉的2艘古王船，嘛是万里社区宗教文化信仰中心。而每12档拢会举办一处的5条王桥，建议举办无烧王船的王桥闻名，嘛是因为在地的特色。庙方为了吸引少年族群，特别请厂商规模来制作。本地是700几地啦，要手增加到900几地。啊，阮后哪想讲，会当用这个乐高王船，啊，有哪推出讲阮万年殿，哦，阮的特色就是伫迄个阮的王船。庙方强调，王船插贴啊是以真正的比例落去打造，遵心到配件每一个细节拢兼顾，互民众伫咧斗这个插贴的时阵，会当欣赏古王船之水甲传统宗教文化，是真适合收藏的文创商品。推出以来，询问度是真悬，销路嘛相当袂歹。记者王正云台报道。伫新北市瑞丰的高档啊，因为在地有真侪猫啊，是侪民众介意去的所在。不过其实高档啊是过去是台湾重要的炭矿产地。今年日本专攻煤矿博物馆研讨会头一摆伫台湾举办，学者认为高档啊是亚洲保存炭矿文化相对完整的所在，希望各界重视这款文化资产。今日新北市瑞丰区的水产本矿炭坑，老炭坑工人提这个12骨仔，示范当年的员工是安怎借由这个卡声音判断岩石是不是有灾。这个坑每天产1000多吨的煤，1000多吨的煤，它同时下坑的工人将近有1000多个工人在坑里面工作。高档啊是台湾少数也留有真侪炭坑产业历史遗迹的所在。今年日本全国炭坑博物馆研讨会头一摆伫台湾举办，高档啊炭坑工人文史馆是因参访的重点之一。那上面这一张图是瑞山煤矿的整个图。好，那我们从这里开始，最远到石峰瀑布去。这个全长大概6公里。高档啊炭坑工人文史馆成立在2019年，国内较早做炭坑的人自分享水产矿业成组场所，免费为大众进行导览解说。学者讲，像这款的博物館在日本甚至亞洲拢真罕的。生きた歴史を保存するような場所は日本の中でもなかなかない。つまり炭鉱マンが自分たちの努力で自分たちの歴史を展示しているという場所は日本ではもう見つかりません。不过最近，水产矿业讲，今年6月底做约告期了后，未搁再续租，或者老炭坑工人是真烦恼文史馆的未来。那文史馆对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馆舍嘛，虽然是很小，但是对台湾是非常重要的。说起来，这么重要的历史故事，怎么可以让它消失掉？文化部才伫甲各部会来研究，安怎来提供协助，只也无具体结果。煤矿产业是台湾经济发展史甲劳动史重要一环，相关文化资产的保存需要各界继续来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台湾各地头甲平湖、金门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状况。若东半部地区、北部山区甲马祖地区有局部会短暂阵雨。落尾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28度。中部地区14度到28度，
南部地区15度到29度，东部地区17度到26度，五岛地区11度到24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